個係好早期嘅巴士，因為巴士好懷舊啦，冇見過。佢好復古啦，好英式啦，喺香港都冇再見到啦呢一類型嘅巴士。呢架喺車展上面備受矚目嘅古典巴士，係巴士保育組織 IVB Island Vintage Bus 一班義工努力修復嘅成果之一。現時佢哋保留咗6部古董巴士，工程師 Yoni 係組織嘅成員。Island Vintage Bus 咧係一個 Facebook 嘅群組啦，集合咗一班保留咗港島區舊巴士嘅朋友仔。喺上邊咧，亦都分享咗我哋復修呢批古董巴士嘅一啲故仔啦。透過呢一個群組咧，我哋有好多義務嘅朋友會嚟幫我哋手啦。咁亦都揾到好多退咗休嘅舊嘅員工咧，會加入幫我哋手啦。咁樣你見到身後嘅古董巴士啦，我哋有6部保留咗嘅，由戰後由50年代開始啦，一路去到係90年代。每個範疇我哋揀選咗獨特嘅，就保留咗一部。文獻同埋圖像咧，我哋亦都收藏咗好多舊嘅維修書啦、相片啦、報紙嘅剪報啦、一啲舊員工俾我哋嘅相啦，同埋啲職員證。咁我哋就會按年份同埋種類咧做一個分類，將佢保存落嚟。我哋參加過香港車會嘉年華啦、老爺車會嘅遮打道車展啦，亦都有啲學校想做一啲 STEM 嘅教育。咁我哋會特別安排一啲古董巴士咧，就去到佢學校，由小學去到專上學院，我哋都會做過一啲講座啦。咁亦都會聯合一啲汽車有關嘅商會去做展覽，大致去到整個社區會有啦，小至一啲小眾嘅群組獨立去做一啲參觀導賞團，我哋亦都有做啦。雖然 IVB 保留嘅每一架巴士都修復到靚靚仔仔，仲要行得走得。不過舊年我哋跟過一次 IVB 參展嘅過程，先發現原來佢哋每次出車展覽一啲都唔容易。阿城巴公司咧就預備咗架拖車，就拖呢架車去佢哋柴灣廠咁樣。因為我哋呢架車咧就出唔到車牌啊，要揾拖車拖去嗰啲活動場地嗰度咯。當日即使有巴士公司嘅專業人員幫手，但係前後都用咗個幾鐘先至可以成功勾到架古董巴士上拖車。由拖車到場準備開始計埋拖車將巴士拖到巴士廠會場嘅路程，足足用咗2個鐘。呢個時候 IVB 另一架領有古董車牌可以合法喺路上行駛嘅白水箱巴士，就一早已經駛到會場泊好車啦。我哋希望即係咁麻煩，有個車牌俾呢架車可以自由咁行駛啦。咁佢第一樣嘢就會問下你，佢係咪行得㗎？咁我哋話俾佢聽，喐得㗎。不過唔可以一路度揸咯，好可惜，絕大部分都唔得咯咁樣。咁佢哋其實有好大嘅期盼嘅，呢啲車可以喺路上面行。即係當佢見到 static 嘅，佢會覺得哦，好似蠟像咁樣咯。但係當個拖車擺低咗佢之後，你見到佢原來喐得嘅喎，佢哋好出奇，覺得一部50-60年甚至乎70年嘅車，佢可以用自己嘅力量去行走啦咁樣。本港已經修復好，能夠安全健康咁樣走動嘅古董巴士，大約有30幾部。巴士公司同民間組織各佔一半，其中 IVB 佔6部，當中嘅2部更加係少數可以取得行駛許可證嘅。因為法例所限，大部分都唔能夠好似私家車咁以古典車輛牌照出牌行走，所以一般大眾都好難喺公眾展覽活動見到佢哋。礙於香港有好多情況都唔可以行，都會見到有啲好有心嘅人呢，就將佢運走。去到外國佢仍然係可以登記翻出翻牌嘅，就可以載客可以行。嗰個效果都好吸引嘅，係一個好好講香港嘅故事嘅活動啦。咁我覺得呢啲活動喺外國做，當然係宣傳香港係好事啦。但係如果喺本地都能夠做得到呢一類嘅活動嘅話咧，咁就非常之吸引嘅，我覺得。幾架車咧，其實充滿故事啦，亦都咧係好多人嘅集體回憶，反映咗喺香港不同時間嗰個發展啊。大概6年前開始就接手咗呢一部巴士翻嚟，始終都有一定嘅年紀，都唔係咁容易揾得翻當年嘅零件，可能要揾啲替代啊，甚至乎係畫圖去揾廠重新做過件零件出嚟都會有嘅。民間嗰個保育一啲都唔流啊嘛，可以話係仲有黑過巴士公司一啲機構嘅保育啦。咁我哋係有即係希望有啲研究啊，研究得嚟係對應嗰個車輛安全有好處嘅。咁喺個復修個過程裏邊得到個效果係唔會輸蝕得過係大廠做啦，呢個我哋好希望有信心可以俾到政府啊！一部復修咗嘅車，我覺得最大嘅意義就係喺佢哋大眾面前可以行駛，安全地行駛，咁呢樣係好緊要。
我哋好明白咧，一部車註銷咗咧，唔可以翻生重新領牌嘅。牌照上邊嘅制度係有佢原因要咁樣去定嘅。咁但係喺個例同埋係社會嘅好處之間咧，我哋希望可以俾到一個建議俾政府咧，喺有監管而唔濫用呢一套嘅制度之下，俾到一啲 insight， 大家同政府去傾一傾咧。點樣去令到香港有多啲益處？希望喺一個受控嘅情況之下，署方亦都會放心佢批嘅時候咧，佢知道呢部車會行嘅地方係點啦。發到許可證之前係安排一次驗車，檢驗佢車輛安全，係令到佢覺得部車喺街上面行嘅時候係冇道路安全嘅憂慮嘅。第二就安排一啲 escort car 啦，可以傍住架車一齊去行啦咁樣。我哋都會幫佢諗埋如何可以堵塞到呢一啲漏洞。令到啲好嘅嘢可以發生之餘咧，唔會衍生到一啲另外一啲問題。呼吸咧都會有機會傳播疾病，但係我唔能夠因為我怕傳染疾病連氣都唔唞㗎嘛。為咗社會好嘅事，應該去諗多啲方法去做咯，就唔係一刀切話唔得去斬腳趾避沙蟲。呢啲車係屬於香港嘅，如果我要運走佢，唔係一件困難嘅事。咁但係若果人離鄉賤嘅諗法啦，你將一啲香港嘅歷史或者呢一啲好有地道、有感情嘅東西運咗去外國，就算佢識行，嗰個地方嘅人都唔認得佢。佢能夠喺香港講翻喺香港嘅古仔咧，係最有共鳴嘅。點解我哋要將佢運去外國？點解唔喺香港好好地將佢發揮？其實如果佢能夠多啲出去社區咧，投入喺社區裏邊咧，係帶嚟好多嘅社會效益㗎。特別係一啲外地嘅人對呢啲車所承載嘅歷史啦、故事啦，係香港無價嘅資產。我覺得每一個地方都有佢嘅歷史，佢嘅歷史亦都係由一啲嘢去代表，去令到呢個城市嘅人現在同埋未來都有機會去回顧。如果他朝有一日佢哋能夠有條件嘅喺街道行，更加發揮佢哋嘅功用嘅話，會對整個城市文化以至到社會嘅凝聚會有好正面嘅幫助。最希望佢哋就係健康行走啦，將呢一個佢能夠行走嘅喜悅帶到去大眾啦，俾佢哋睇得到佢真係行得。我哋希望能夠俾啲建議俾政府，可以大家揾出一個可行嘅方法去令到佢行。呢一個係最大嘅心願啦。